嗱，咁啊，另外一條片咧，其實真係甩晒碌啦，就係泰國一個軍事頻道啊流出條片段，佢係呢個應該係泰國前線發生嘅一個爆炸事件啊！泰國皇家陸軍就買咗中國製嘅 VT4主戰坦克，嗱，咁佢哋咧去到呢個叫做咧前線嘅時候，就出現呢個炮膛爆裂，俗稱炸膛。咩意思咧？呢個炮口啊，射擊嘅位置出現一個不尋常嘅爆裂，即係話咧個大炮想射出嘅時候咧，點知咧就自己炸到自己。咁啊呢單嘢咧令到咧中共十分之冇面，你啲武器咁撚流嘅係嘛？咁啊當然咧泰國軍方咧亦都檢獲咗大量中國製造嘅武器喎，包括咧新造型嘅呢個第五代反坦克導彈。嗱，泰國媒體報道，軍方確認喺佔領嘅泰國呢個柬埔寨500高地上面啊，檢獲大量中國製 GAM-102LR 嘅第五代反坦克導彈系統。好啦，咁啊結果咧現場咧有埋相啊，